人生有機會見識下澳門嘅妙會。花牌製作最後的一個鑽人，收唔到徒弟，此行業即將消失。如巴黎人落車行過對面，乘坐25號車，順道欣賞巴黎人嘅遠景。大堂屋頂非常之華麗，於頂層平台拍攝，樓下入口處雕塑，路邊啲樹剪得好四正。如果你想去路環打卡，可於倫敦人附近巴士站坐25號車。路環舊區景物，街名眾多。路環前身是一個海盜聚居嘅地方，其後葡萄牙政府平定了海盜，現時發展得非常之優美。此紀念碑紀念1910年澳門發生的駐軍與海盜的戰役。聖方濟各聖堂，教堂1903年嘉諾撒人愛女修會所建，在1928為紀念耶穌會轉教士聖方濟各。可以在陳生記午餐，傳統洋蔥豬扒飯好味道，戒錢連茶錢50蚊。路環圖書館，路環圖書館的建築物前身為建於1911年路環公局市立學校，其後幾度改造民宅和衛生局等用途，1983年改為圖書館。附近牆上好多壁畫，啲榕樹過百年歷史。路環主要馬路10月初5馬路，譚公廟過百年歷史香火，非常之鼎盛。廟會大戲棚，10月初5馬路盡頭就係譚公廟，附近有廁所。傳統戲棚用竹搭建，當晚粵劇名伶在此演出。劇院民生大劇院，譚公廟有100多年歷史。欣賞附近的壁畫，由此路上去天后宮。天后古廟建於1763年，廟內保留一座歷史悠久的古鐘，附近大樹參天影相美景。民居經營咖啡室，公益各屬於路環街坊4廟慈善會。路環觀音古廟清嘉慶5年1800年。上面啲塊吊牌非常有歷史，橫街好多拍攝好地方。呢間咖啡店啲咖啡好香，容得一試。路環街市已經結業。呢間咁靚嘅建築物，你估係乜？如果你假期嚟睇唔到，係一間政府診所。唔好睇笑呢間路邊嘅三聖宮，早於同治4年1865年已經建成。
門上嘅對聯已知產鹽的歷史。懷舊華記冰室可以悠閒休息一下。路環鹹魚至今已有80年歷史。碼頭在1873年修建，以前路環還是一條小漁村，主要出入在碼頭左邊上斜可到舊船廠，舊船廠已改變成公園，一個休閒好地方，值得一去。附近嘅壁畫栩栩如生，船廠空曠清風送爽，可以向前直行或回頭路，坐車回市區。如果肚餓，唯一一間漢記咖啡可以品嘗一下。向前直行有指示牌，坐車回市區。歡迎免費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